来看江建议今仔公布开发2项新的目药水哦，一款是当来治疗黄斑部，另外一款哦是当治疗青光眼。2种目药水嘛拢已经进入人体实验的阶段咯。目睭有湿色黄斑部病变的患者，未来若要治疗，可能唔免搁再注射。工业技术研究院开发新的目药水，患者只要遵照医师的指示点目药水，就会当改善病变的所在，远离青霉的危机。那工研院开发的这个眼底传输技术，可以把药物直接传送到眼底，所以就可以取代目前眼睛打针的治疗方式。那我们在实验中也证实了这样子的治疗效果是跟直接打针的治疗效果是相当的这样子。除了治疗湿色黄斑部病变以外，工研院嘛推出新的青光眼目药水，会当解决目睭压力欠悬的问题。一滴目药水滴落去，同时伫目睭面甲目睭底解除压力，加速治疗的过程。一个药物上面可以去同时作用在2个治疗的靶点，2个靶点加成的话，它的降眼下治疗的效果会是更好的。这2项目药水拢已经进入人体实验的阶段，预计上紧明年就通完成试验，进入生产的阶段。另外，工研院这站嘛参经济部技术处合作，建立目睭药创新基地平台，和医疗甲科技产业互相交流。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